早餐店的饮料封膜除了放笑话之外，可以放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吗？我的推荐是，你可以放一些小零食在上面，一边喝一边吃。那种就是国外在看球赛的时候，他们不会有一种就是、上面是一个放食物的盆子，然后底下是一个杯子，然后你可以握那个杯子，然后中间会有一根超长的吸管这样穿出来，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喝饮料一边吃东西。对，我觉得早餐店饮料封膜就有这种功能，放一包纸屑，我觉得观众好过分，这蛮好笑的。毒鸡汤我觉得很棒，我觉得毒鸡汤可以开启你美好的早晨。我曾经有转过一个很好笑的扭蛋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常常转扭蛋的人，但是我有一次真的忍不住要去转一个扭蛋，然后那个扭蛋是一个那个幸运铅笔，然后就是你们一定会看过，在电影里面会出现那种那个叫什么 fortune cookie，fortune cookie 就是它会有一个薄饼，有点像小林煎饼那种的煎饼，然后还是有点脆脆的饼壳。你把它捏开之后，里面会有个小纸条，然后可能就会写一些你最近会有什么样幸运的事情发生啊，或者你可以多注意什么样的事情。但我扭的那个呢，它的饼本身是黑色的，然后呢里面叫什么厌世铅笔，然后它就会有什么你现在躺平的话就不用再站起来咯之类的。那你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饮料封膜会放什么？好想偷观众的，我觉得观众说很需要在上面写什么缴税，还蛮有道理的。还是要跟你说，在喝这杯之前，先注意一下你有没有三高。你已经点完了才拿到，也来不及了吧？不过我之前有看过有那个饮料封膜，它上面就是教你讲台语耶，它是用注音符号去拼，所以可能有一些拼的不是很准确。它的意图就是想要教会你讲台语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图片，就是一个老鹰啊，然后旁边就有那个，反正就是拼出拉 here 这样子，他就是想要告诉你老鹰叫做拉 here，拉 here， 对，拉 here。我也是因为这样才知道老鹰是什么的吗？它是一种，好像我记得它的汉字好像是枭是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对啊，好好奇哦，因为像是客家语里面叫老鹰，好像会叫 yopo， 就是在客家语里面有一些动物是会被赋予性别，像是虾子好像就会叫虾。蛇也是公的，蛇是沙狗，老鹰是摇婆，就是它是母。很酷，我把它打在聊天室了。如果你用中文念，可能是吃枭嘛？吃枭，对，大家念拉 here， 马 here 也有哇，蝙蝠叫 bibber 或是哑伯也是类似，好像有一些加上性别的那个。我第一次知道蝙蝠的，对啊，很酷吧？我觉得那个饮料封膜放这个其实也可以。对啊，很可爱不然可以放一些那种跟就是在地的什么生态啊，或者是一些特有的东西有关也不错。也不错